讲啊，美国现在对我们有8个优势啊，4个硬优势，4个软优势，有8个优势。第一呢，就硬优势4个，第一就是它 GDP 比我们大，就是经济总量大，财富实力大。第二呢，军事力量比你大。第3个就是高端技术、高端产业比你大，芯片呐、工业软件呐、精密仪器比你大，可以扛我们脖子。第4还是有美元霸权嘛，这4个硬差距。4个软差距呢，第一就是它盟友体系比我们多。是吧？美国有58个盟友，就是法理上啊，58个盟友。我们国家法理上还是有一个盟友的，就是朝鲜，对吧？但是这家伙有的等于没有，是不是？这个没用的那个，这是个事实吧？就是他盟友多，所以第一，我们1对1还不如他。万一某一天1对1可以打平了，他可以招呼他兄弟们一起来群殴，这个我们就是个弱势。这是软力量第一个啊。他有盟友，我们目前没有。第二呢，就是他话语权还是比我们大，他在国际上瞎讲还是有人信，是吧？话语权。第3个呢，总体来讲，我们国家这个40年改革开放主要是对美开放、对西方开放，所以形成了一个后果啊。中国的精英层绝大部分人是对西方比较崇拜的，对吧？内心呐、价值观呐就比较崇拜的，缺乏文化自信。啊，那么第4个跟第3个有关，因为我们的精英层，包括商界的、政界的、学界的，崇拜西方，然后价值观也认同，利益也在那，于是就出现了问题：我们真的有人有利益在那，被绑架，对吧？这就是打起来就不方便了嘛，中美博弈就不方便了啊！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。今天我讲动手，因为对台作战从来就是不以台军为主，从来以美军为主，这个准备我们已经完成了。如果美国介入，那我们就反击了。反击的结果可能美国会军事失败的，这么告诉大家，我们大概就是很短的时间，可能几个小时，美军在东亚地区所有的军事基地都会被我们摧毁，就几个小时，就他70年那个投的钱都废掉了，包括在日本，他已经没有能力了，是吧？就是我们用导弹对轰，他肯定是输掉了。我们导弹非常厉害，中国导弹绝对世界第一。而且那个11啊，就是过几个月会给大家看那个东风17吧，就是16上面加一个超音速弹头，20倍音速的，这个一部署就是东亚地区美国所有的军事基地，就是几分钟就没有用了 ，dysfunction， 就是它没有用啊，就是你的雷达呀、你的指挥中心呐、你的弹药库啊、你的机库啊、你的跑道啊，全给你摧毁了。然后航母来也没有意义。是吧？航母来就给你打掉，这实际上已经美国就进攻我们能力是没有的，知道吧？那我们要进攻台湾像玩似的啊！现在消灭台湾20万军队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台军我跟你说20万人呐，在我军面前就是一堆肉，它是没有意义的。这一点呢，美国、台湾都低估了，包括我们国内知识界都低估了。